我得看嘞。是今天自己唱起来了。是啊，有准备哦。笑话已经准备好。哎呀，人客，安尼咱有福气啊，咱赶紧来唱。桃花红，杏花白，水仙花儿开。有只见那芍药牡丹卷一开，妈妈一对儿的哟嘿，我要吃，我要说，好酒酒上杏花村。来，啊，咱今日是公公笑过。人家拢准备好准备好啊！那后面去听碟呢，听掉碟都听无。冇袂使去变数。这彭公人，哎，开始讲啊。彭公烟呐，彭公烟。这个火车上啊，有一班火车特别拥挤。哎。啊，有一位先生在那边啊，一看有一点内急，想要去放节流。正好在火车那个车厢的中间呢，人都 K 干那什么还是要往厕所去啊。啊，拍谁救鬼。谢谢，给我打来看，先生，啊，你冲啥了？这客，过来，死了，我都要变数，要去把位啊，那时间，谢。我会找我休息啊。我小姐拢挂住金蕉，我拢惊去，直接拢乱去。你看那挂车菜，这金蕉是，谢啊，想要为这边，救鬼，啊，讨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？没有人肯让，是加水，但是肚子已经快爆炸了，一看，哎，火车那旁边的火车的门就在旁边，这旧式的火车，想要行几步啊都搞，这样距离比较近，不会打扰别人，这还是要走过去。谢，救鬼姐啊！哇，谢，这走到旁边去了。正好走到那个火车门那边，想讲那都无法多啊，无叫给它爆炸，难道不行？这不行嘛？拉链就一拉，微乎心就把它弹出来了，一手抓了一边的铁栏杆，腰稍微往外弯一点像英文字的诗。奇怪，你来这样形容啊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，这个车厢中间没有人看到嘛，那比较好，也总要掩饰一下。看不到那款，正好坐的那班火车是平快车，边快的快这个小站不停的就停大站的，正好是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，一个站长出来提一个电灯的，叮当叮当叮当，说时迟那时快。现在到底，流喷到鬼面了，但是速度虽然足紧，那站长真生气啊！哪想在千钧一发中，赶快看个清楚，马上冲进去打电话的。下面的大站的嘛！我跟你讲，我是恁顶一站的这个站长，拄接一个旅客，实在有够无礼貌。我咧拍电工，你们呢？嘴皮咁样刮落去都不要紧，我喷到规面的全嘴嘛！现在什么回啊？咸的呢？你给他调查去，我真生气，这人给一定要给他长出来才会使。下面那站说鉴定，我请你息怒，这种客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出来绳之以法，请你告诉我们他的长相有什么特征。我来想看嘛，都在想过紧难呢。这个人留了满脸的大胡子，嘴巴还叼了一根雪茄。这个歹聊嘛，替鉴定来还我。什么啦？现在要聊出过来8户了，你看。